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的内容很通俗，很通俗，但是呢，就好像我们的营养品一样，你每天不吃营养品啊，人就会虚弱啊，精神不济。为什么？就像营养品，这个就是营养品。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很高深的道理，但是是每天我们必须要了解的，必须要很清楚的，不能迷迷糊糊的。各位，你看，金钱买不到圣洁的灵魂。金钱，你很富有，但是有的人很健谈，很富有，他就会高傲了，高高在上，非常的傲慢哈。不可一世，那种气势凌人。各位，他金钱的这种人，各位，他已经肮脏了，肮脏了。所以金钱是买不到圣洁的灵魂，很干净的灵魂。你的灵魂就是你的神识，神识。如果你一旦污染了，被这个钱收买了啊，你很在意这个金钱，各位，那你以后你跳不开，走不动的。你的灵魂要解脱，根本没指望的，是非常悲惨、很可怜的。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明白，不要把钱太过度的重视，你要善加利用，要去利用这个钱，发挥在社会上，啊，因为有这个钱能够给众生带来希望，给众生带来快乐，你这个钱才有用嘛，才有这个用意嘛，各位对不对？你不懂，你没被抓住，等到最后你一口气上不来了。无常现前的时候，啊，也就是七爷八爷现前的来，该的时候到了，我抓你了。我经常告诉大家呀，有一个人呐，以前有一个人，知道吗？他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的打拼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他完成了，他要旅游全世界，他要去旅游。结果呢，他拼命的存钱，拼命的存钱，拼命的存钱，好不容易达到目标了，出了500万呢。他说这一下子够用了，太开心了，很高兴了，知道吗？他就在规划，我明天开始我不做事了，我要好好的利用这些钱呢，到世界各地去旅游，去观光游览。他这么打算。大家也为他很开心，没想到那当天晚上，那个七爷八爷呢，带了一些小鬼，噔噔，就来到他的房间，告诉他：“你的寿命明天要跟我走了。”他说：“啊，这，我一辈子的辛苦啊，我花了多少的心血，好不容易要完成我毕生的心愿，怎么搞的？我明天就不在了？怎么可能？这对我来讲是太大的打击了。”他很伤心，就跟他商量啊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容许我再给我半年，的时间，我把一半的钱给你，要贿赂那个七爷八爷。你看，要贿赂他，把七爷八爷说不行，我们没有办法讨价还价，你的寿命时间一到，自然就应该要去报到。结果他非常的伤心，到最后他说不然7天好不好？不然3天行不行？不然就1天行不行？七爷八爷说不行，都不可以的。你全部钱都给我，我也不能答应。结果最后他后悔了。后来他说好吧，七爷八爷同情他嘛，那我给你多少？2分钟的时间，2分钟的时间，我马上就要抓走了。结果他一听，他吓死了，苦苦的哀求，没办法。好，到最后他说给我2分钟，他写了一张单子，他说奉劝未来的一切众生啊，你这样，我500万买不到我2分钟的寿命，买不到。所以各位，你时间一上，无常一上来的时候，你是自己没办法安排自己。所以各位，金钱买不到圣洁的灵魂啊。非常杰出、非常干净的灵魂，你是买不到的。积财万贯不如一身清白。你有很多家财万贯呐，你的财富，各位满室啊，整个房子都是财富，但是不如你一身清白。我们的灵魂没有沾染不会去造业，不会结恶缘，干干净净的，清清白白的。
不如一身清白啊！为儿孙做未来计，十望九空。我要为这个儿子，为这个孙子未来打算，我要计划他怎么样为他创造更美好、更未来有前途，一直在设计，一直在安排。但是事不从人愿，你儿孙你能生他的身体，但是他的来历，他的灵魂呢？从哪个地方来的？不是你生的。这是他个人的业，个人的因果，所以他有他的思考，他有他办事的能力，他有他社会环境的背景。你不是我一直压迫他，我按照给你安排好了，我给你设计好了，你就按照我这样去做就好了。孩子哪里有那么乖巧的？不可能的吗？对不对？不可能。所以为儿孙，我们一直在设计安排未来，你应该怎么样为他设想的很周全。但是十望九空，10个希望9个空啊！10个希望，10个这种计划，10个都落空了，都落空。为社会奉献爱心，点滴有功。你把这些钱呢用在社会上。救苦救难，知道吗？布施，好好的发挥爱心。各位，你奉献你的爱心，点滴有功，一点一滴，一丝一毫都有功德。以后凭着你这个在世的功德，你可以到很好的地方，到好的地方，种如善的因，你得到善的果报，这是你自己做的，你自己得的。所以各位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这一章呢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。南无阿弥陀佛。